讲到这苗栗市的南苗市场，今早起呢有一个姓郑的查甫人，可能是要共借这手机啊，无人要借伊，伊就举一支刀啊，伫咧市场内面乱扫，引起民众惊吓。警察来到现场了后，讲这刀啊就要拼掉，那这个嫌犯呢，竟然就去攻击到这警察的头壳，警方也开2枪甲压制，断掉这嫌犯的胸坎，边啊协助压制民众的手摇吊枪，落尾这嫌犯送病院抢救，有关是救无回来。那县政府和警政署是拢强调讲，这警察开枪是正当的防卫行为。这个人手举刀啊，警察要来抓伊，该喷咸姜仔水了后，伊情绪真激动，规张啊骹撞出来攻击警察。我着我手啊啦！哦。另外一个警察甲嫌犯开2枪，一枪拍到伊的胸坎，另外一枪拍到来斗相共一个55岁姓罗的民众伊的倒手，伊当场是疼甲大声哀。代志发生伫咧苗栗市南苗市场，初时早起7点45分，警方接到通报，嫌犯哪像共借手机啊借无，装夹刀啊伫咧菜市啊行来行去，互众人真惊吓。他就拿刀子就刺警察了啊，然后我们有三个民众帮忙把他压着啊，然后警察又有开枪啊。中性嫌犯就是在这边被远警喷辣椒水，后来情绪相当激动，跑进骑楼绕了一圈之后，出来在这边与远警发生扭打，并且持刀攻击远警，最后是被警方开枪制止。这个嫌犯中1枪，抢救了后又是不幸死亡。警方表示，苏当时这个嫌犯情绪无稳定，而且7年前伊就捌有举刀共伤害前科。因若受到攻击的警察是今年31岁姓朱的警察，伊的倒边下头有7公分的空喙，头壳的空喙有10公分。而且头壳骨有闭起，不过有3个民众来斗相共压制嫌犯的情形之下，警察也是近距离开枪，互民众着枪。用枪的时机敢是爱检讨。苗栗县长张东锦甲警政署长张永新2个人拢公开甲警察相挺，强调有符合警械使用条例的规定，是属于正当防卫行为。认为警察局也好，我们当场处理的警员也好，他们的行为是恰当的。嫌犯的这个攻击同仁的这个行为，我想这个第一时间使用警戒，我们警政署也是支持的这个态度。热心的民众罗先生表示，迄当阵伊就知影家己的手着枪，不过伊并无怪警察，就不小心误伤到我了，就这样子啊。没有那个警察可能会被刺到大动脉之类的啊，眼睛啊，这都是重伤害了。苗栗县府讲，受伤的警察开刀了后，要伫咧家护病房观察。这个姓罗的民众，伊的医药费，县府会专家负担。因若嫌犯犯案的动机，警方也当伫咧调查。苗栗地检署已经有指派防范危害公众攻击应变小组的检察官来指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